在在嘛，假如因为是啦，他不在没事有，你有什么事你马给他记录嘞，我讲他，但是人家什么事我回来，但是我想你家，另外一张身体记录，也是要讲的，我不知道哪个题目，我现在别人告诉我。那今天那个，那有些老师那边有今天，那俺这边，我先在录个新条，可以吗？那马给今天要啦，当然可以，要来我谢谢佳佳你吧，这个月你嘛来吧，他回来以后，让领导打电话给我，然后不在你吧。好的，高明，但是剩下我已经宣告了，比较好那边留给你。今天是我在生意，今天刚回去，我相信我的心里这东西宁可安排进来，他打的呢宁可安排进来。这他妈给他，那就你，那你快乐，每晚都是嘛的，我相信哪个进来，大家老师，家长们哪个进来，那里我们，你拿我给你吧，可以家里，你会去给他们辛苦，今天我没有钱，他们不是很辛苦，你可以一起给吗？你爱干多少啦？我想联系，我想感觉起来，联系家里面可以没有钱，他们不是很辛苦，就为人家的你一天看书，大概你一天看书，4个小时。